好，针对美国派轰炸机在正地段落去碰伊朗的三大核设施，针对这战，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警告讲，局势恐惊会失去控制，唔那百姓受到采用，这嘛会直接去威胁到国际的和平安全。好，也针对川普落去攻击这战，美国这边这个民众呢有无共款的意见，也大部分的共和党是赞同这个决定。 美国近日一系列甲伊朗的冲突，攻击伊朗的核能设施。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伫社群平台 X 发文，表示对这件代志感觉真震惊。另外，这号原本限制危机的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嘛是对国际和平甲安全的直接威胁。古提瑞斯表示，暂时局势快速失控的风险恐惊会愈来愈悬，引发对平民、地区甚至是全球有灾难性的后果。呼吁联合国的会员国应该马上采取行动缓和局势，而且遵守联合国宪章。 甲国际化的规范，佮强调唯一的解决方式是透过外交途径来寻求和平。而美国移民人口上济城市之一洛杉矶的居民看到消息了后，反应是真两极。And yesterday, my child asked me, "Are we entering a third world war?" They understand that we are at a historical moment, and I would love to tell my daughter and her daughter that we will not enter a world war. But I can't. President Trump's doing what he has to do at the end of the day. He's going in there, putting his foot down, and making sure they're not going to threaten us again like that. 对于川普决定，国会议员是透过 X 平台来发表意见。真侪共和党的议员是支持川普的决定。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格拉汉都恶落川普做正确的决定。德州参议员克鲁兹是恶落飞行员、军警等等参与行动的人。而民主党甲少数党的议员是批评川普的决定无经过授权，严重违反宪法甲国会规定，骂川普无实现承诺，替中东实现和平。认为美国人无愿意搁发生一场永远袂结束的战争。 但是美国的盟友日本首相石破茂在接到消息了后，表示应该赶紧缓和中东的局势，而且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到时阵嘛下令爱尽全力确保在以色列甲伊朗地区的日本公民安全。讲是新闻来是同朋友。